主后2024年6月11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倒真侪人的福音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提摩太后书第1章15、19、18节。你知，伫亚细亚的人拢陪伴我，其中有非基路甲希摩基尼。愿主怜悯俄尼西弗一家的人，因为伊常常甲我鼓励，无因为我挂铁链感觉见笑。直到罗马的时，拍拼找我找到着。愿主予伊伫迄个日得到怜悯。伊伫以弗所遐尼敖服侍我，你真清楚。倒真侪人的福音。2022年底 ，OpenAI 公司将生成式人工智慧 ChatGPT 展现伫世间人面前，引起各界关注。接落来的相关新闻搁较不断互人着惊。伊毋但会当帮助学生写作业，作为交互学校的报告、论文，甚至会通通过国家的某一寡证照考试，包含部分的医学检定考试。2023年中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，借着整合圣经甲神学的资料库，人工智慧已经会当提供基督教信仰的问答。换句话，假使人想要知影信仰的知识，还是对某一寡议题的观点，透过人工智慧就通得到具备水准的答案。为着安尼，有真侪人在讨论，当人工智慧会当写出一篇具有水准的讲道片，而且随时会当回答信仰的问题，是毋是代表传道者即将受取代？今仔日拢通试对保罗伫罗马监狱中的经历来回答安尼的问题。保罗是新约真侪批信的作者，上时阵伊是初代教会信仰的教导者、福音的捍卫者。那安尼，受囚禁伫监狱的保罗，需要的是甚物？甚物会当予伊伫患难中得到安慰呢？是一篇拄会当引用上帝话语，搁满有教母关怀的讲章是无？检采的是，总是搁较真实的安慰，其实来自俄尼西弗一家。因为安尼，保罗讲，因为伊常常甲我鼓励，无因为我挂铁链感觉见笑。俄尼西弗一家人的性命所展现的，就是倒真侪人的福音。这个福音表明，真理毋是只有关上帝的财物也是规则，反倒是实践上帝话语的性命。简单来讲，信仰是生命的展现，毋是一套理论。伫教会历史中，有真侪基督徒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因拥有信仰的知识，会当用信仰语言讲出动人的道理，却无一定会当活出有信仰的生命。换句话讲，知影无代表做会到。譬如，咱拢知影应该彼此相疼，却无一定真正会当安尼生活。人工智慧检采会当用彼此相疼做题目，完成一篇好的讲章，内面包含佐证的
经文甲实际一例。总是若毋是圣神的感动甲帮赞，啥人会通甲听挖出来？约翰一书第3章18、19、19讲，三条毋通只有用话，也是用喙讲，着实实在在实行。对安尼，咱知咱属真理。咱若受良心责备，伫上帝面前，咱会当安稳自在。因为伊的心比咱的心搁较宽大，伊逐项拢知。真正的信仰会踮生活中实践听，就亲像俄尼瑟夫对保罗的关心。伫祝年的团契生活，兄弟姊妹的交流，毋是信仰知识和言语通取代的。当然，也毋是人工智慧会当取代的。今仔日的教会，若只是谈论信仰知识的团体，当然会受到科技冲击，面临解散的危机。做是军队刀成做人的基督，彼此互相关怀的教会，却是未受任何世代淘汰的信仰团体。默想，这一礼拜中，我会当关心、鼓励倒一个人来实践信仰咧？伫这一礼拜中，我会当关心、鼓励佮鼓励一个人来实践信仰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做人，向世间人彰显家己。感谢你借着教会历代的圣徒，将真理甲生命启示阮。求你互我活出你听的形象，互人得到鼓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